高雄半暝仔是小說發生食酒食毒賽車案件，半暝仔2點外，五福二路是抓到一個食酒的。因若透早中華三路是有駕駛違規，拒絕警方檢測，落尾是驗出駕駛毋但酒測超過標準，閣有食毒。因朋友閣甲警方嚷，交交執法，3個人攏總上班。烏車轉到對向車道弄到直行的白車，高雄五福二路甲仁愛之街口車口透早發生車禍，警方到場了後對雙方酒測發現烏車駕駛姓姚查甫人酒測達0.08。兩男夫妻酒精濃度雖未超標，但後續仍依規定將兩男帶回派出所製作觀測表。全案尋後依公共危險罪及過失傷害罪，函請高雄地檢署偵辦。姓姚查甫人則被函送。同一天透早5點外，警方經過中華三路，看到一台車為路邊駛出來，無拍方向燈，對到一節路口將人砸落土地，結果細眼駕駛行駛拒檢，了後測出酒測達超標，推拿定現第3級毒品開他命陽性反應。伊兩個朋友對警方大聲罵，佫想要干招執法，警方趕緊對2人管束，3人攏被上班。舉發未打方向燈1件，未繫安全帶1件，酒駕1件，毒駕1件，合計最高罰款為新台幣245100元。當場移至保管車輛，吊扣牌照及駕照。尋後依公共危險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。前面有一個棉花。你把它含進嘴巴裡面啊！為維護交通安全，佮防制毒品危害，各地警方強力執法。今日台北市大安分局6月到即馬已經查到116件食毒賽車，為汽車到電動腳踏車攏有，顯示擴大各種的交通工具。因為這幾年食毒賽車已經造成真濟死傷事故，警方強調會對毒品犯罪甲交通事故這點加強稽查，希望能有效降低風險。記者綜合報道。